一个70多岁太太，伊车祸分骹骨去弄断去，伊阁有严重的骨头含烧，所以传统复健的方式，互伊是有够疼的疼。这个病医建议采用上新引进的下肢步行的机器，进步真多哦，即摆已经会当徛起来了。民众行到机台来做复健，透过机器带动脚的关节无异正常行路的状况。这是亚洲大学附设病院上新引进的行路复健机器人，会当减轻患者做复健会疼的感觉。在骨盆跟膝盖都有一个支撑，所以它比较有安全感，而且比较能够去感受到一个直接承重的一个感觉，这样子。行路复健机器人透过外骨架机械结构，还有自动化的控制系统，带动患者的双脚进行大步的训练，让患者会当有真正踏伫土骹咧行路的感觉。机器的缓慢的一个带动，可以让病人因为长时间躺在床上，已经很久没有直立站着的那种感觉，能够再慢慢的回来。透过新型的机器人，相信会当帮助到真侪患者，袂阁因为疼都无想要做复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